每一个世代拢有无共款的名，即嘛有一个世代叫华世代、华世代，就是呢真爱看手机的囡仔，甚至有一寡呢家长因为呢袂堪的囡仔伫遐吵吵闹闹，拢用手机啊，你来做年母顾这个囡仔。也毋过做家长的人爱注意，美国医学会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讲，3岁到5岁的囡仔，你若看任务时间愈长，处理语言的速度就比较较慢，表达的能力嘛相对较歹，连读册理解能力嘛受到影响。休闲的时间一定爱赶紧把握，因为对胆小妹妹来讲，每天手机游戏的时间只有半点钟。因为我妈妈很怕我看上瘾，会影响我的学习。大概就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，半个小时1个小时吧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避不了的啦，很难避啦。上好是尽量的限制，因为根据一项刊登在美国医学会小儿科上新的期间，也研究指出，3岁到5岁平均一天看这电子机无超过1点半钟的细汉囡仔，伊的阅读认知甲表达的能力拢较歹。如果是真的是3C 产品太多，可能就是那个互动会比较少。那特别是在大脑的皮质的部分，它这个部分的刺激会比较少。那后续以后可能就要小心的认知功能。认知的话，你认知之后，后面有很多，包括读啦、听啦。医师建议6岁以下上好莫接触3C、电视加电子的产品。3岁到5岁每天唔好超过1点钟，6岁到18岁2点钟限制。而且爱培养阅读的习惯甲兴趣，囡仔大脑发展才会当健全完整。